我的理解哈，我的理解很有趣，就是我都转换成，我其实把很多的画面转换成我自己理解的语言然后，亲像魂呐哈，还是那个红干呐、鸿雁呐哈，这些。我老师也提供我说是什么样一个天气的情况嘛哈。我举例就是迄个梦回嘉南平原，我讲迄是一个落雨季啊，然后呢有一个灵魂哦飞低吼，然后是俯身，然后在平面上飞翔，然后也开始稻田，这样滑过去回故乡。我的理解，我可以很快速转换成我自己心里的语言，我就开始。对我来说，我身体的那个湿度就改变了。因为你刚才咱大家可能无去注意到，你伫个稻田满片的稻田的时候，迄个空气啊、湿度啊、甲空气的重量啊，甲迄个环境内底稻草的味，还是什么都会出来。我就用这个素材，包括伊讲落过雨嘛，落过迄个天气的空间拢无共款，我就把我理解的这个物件融进去。我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场景，等到是有一块很实体的，比如红雁、鸿雁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那我就没辙了。等到是这种气氛式的场景，对我来讲是没有问题的。迄个过场的时阵，我直直甲郑杰讲完，讲这就是安那，郑杰讲好，我知。然后我就回头问在那个配唱室里面的工作人员、录音师可能讲你跳舞不？所有人都摇头。事实上就是讲这个一样嘛，就是如果成长养成的很多的养分啊，每一个人解读不赶快嘛，就是讲你给我一些点字，我看不事实上你盲人就看得懂嘛，就看得懂点字嘛。对，那我现在讲一个东西，他又有办法把它画成点字，他把它打成点字，他看得懂的语言嘛。所以一样，我就是讲我的感觉，然后呢，建杰就用他的生命里面所有的那个元素来组成我呈现的这个感觉，变成他理解的感觉。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字的转换。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跟互动因为我是反正本来就从来没捌看过。而且然后对老师来讲，虽然你今年有和阿基消防局合作，他们个总是呢比职业青梅一样，伊也无我和你。你职业的，你普罗的。我是普罗，伊是后壁加入来新同学嘛。转学生。所以有视觉经验，所以有另外一种的趣味。不过我是无视觉经验的，所以讲这两个人。因为老师在写歌，他的画面感很强烈。你写的时候嘛，无可能第一个时间去想到讲准个青梅。袂使啦，你就写袂落去啊。袂使，因为咱这把歌是要别光的人听嘛，就是要所有的人听嘛。要所有人听，其实你若完全以一个看无的人的角度来讲，其实不好去形容，不好去形容。这个歌词跟旋律发生以后产生的那种。微妙的关系在哪些地方大家可以听得到？比如讲，咱的乡镇发展内底的编曲，还是迄个结构出现唢呐也好，出现弦呐也好，这些氛围就类似这样的氛围。结论音乐的氛围，就是迄个一个职业生命，跟一个职业目光合出来一个作曲的曲。